我就覺得最緊要咧係表達到自己同小朋友嗰種感同身受啊，就好似小朋友如果皮膚差嘅話，父母睇到都一樣會非常之心痛啊。唔少人都有用護膚品，但係你有冇試過皮膚過敏？消委會驗出市面上部分嘅潔面產品含有可致敏防腐劑，皮膚過敏嘅人士要特別留意。當初咧就買咗新嘅護膚品啦，用咗喺塊面之後咧，第二日就出現咗紅腫嘅情況嘅，即係喺面珠啊、額頭同埋下巴呢啲位置就出現咗一笪笪嘅紅色，咁就會有啲痕啦，同埋有啲甩皮嘅情況嘅，因為對客戶嘅，咁所以有時咧冇化妝素顏出街，個精神狀態都比較差啲嘅。嚴重嘅話，皮膚會又紅又腫，痕癢程度大人都未必忍到，更何況係小朋友。小朋友都會有濕敏嘅情況，點解嘅？其實咧濕敏咧係好難知道究竟有咩成因㗎，暫時成因未明。不過大致上咧可以分為先天遺傳嘅因素，或者亦都有後天嘅因素。咁後天嘅因素咧通常都係由敏感引起，例如食物啦，又或者嚟自環境嘅污染物。舒緩嘅方法咧其實都最主要係皮膚嘅護理，以皮膚嘅保濕咧係最緊要嘅。如果普通嘅皮膚護理都搞唔掂嘅時候咧，就真係要用返一啲嘅處方藥物去處理啦。一向崇尚天然護膚嘅小妍，開始從日常生活着手 DIY 一啲天然用品。有咩天然材料對敏感皮膚係有幫助㗎？最近流行用甜杏仁油啊、牛油果油同埋沙棘油，咁佢哋都有抗菌消炎啊、美白啊，對於脫皮咧痕癢嘅皮膚咧都好有幫助，可以舒緩一下嘅喎。咁我自己都有服用沙棘嘅習慣嘅。沙棘係純天然啦，咁低刺激性，其實大人細路仔都用得嘅。近年越嚟越多人受到不同程度嘅敏感症困擾，有咩方法可以舒緩皮膚過敏？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，濕敏嘅皮膚咧，一般都係因為嗰個人體嘅內臟嘅毒素積聚得太多啦。咁其後咧，嗰個血液不斷咁樣向身體發出呢個毒素，咁就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咗濕敏嘅皮膚。平時可以食一啲涼血止癢啦、清熱解毒止痕嘅食物啦，譬如係土茯苓啊、赤小豆、沙棘呢一啲。根據咧中醫大辭典裏面咧，沙棘係一種可以係清熱解毒啦、涼血，並且可以係生津解渴止瀉。咁除咗食之外咧，我哋亦都可以搽喺皮膚上面啦，亦都會有一種舒緩退紅嘅幫助嘅。